好，開始。咁我講個密碼簿要點樣用啊？我呢個密碼簿咧係寫咗80幾個密碼，80幾個密碼咧，嗱你睇下邊呢個咧叫做大瓜花喎，大瓜花，大瓜花，爸爸媽媽，大力瓜，大力瓜，爸爸媽媽，呢個咧係咩啊？呢個係個 slogan 咧變成咗可愛嘅暗號喎。但係咧，我唔係話攞嚟含沙射影咧，喺度同人哋講啊，冇噶。你咧將個密碼咧變成咗一句説話，跟住咧寫喺日記度。呢個係日記嚟㗎。嗱你睇夏天嘅日記，一個夏天咧去到秋天嘅中秋嘅時候嘅日記啊。跟住咧，你將個密碼咧叫做咩咧？嗱，係密語解本，密語解本咧，你將佢連嗰本嘢咧加個序號好重要啊，個序號好重要。第3篇咧，喺第3篇咧，定係第2篇咧，定係第1篇咧，都要寫明寫清楚喺個日記嘅最尾嗰部分，嗰句説話咧加雙引號，即係我話代表嗰件事嘅詩咧加雙引號，你可以咁樣話。今日啊，我又遇到大瓜花，大瓜花，爸爸媽媽，大力瓜，大力瓜，爸爸媽媽，嗰種種瓜權嘅威脅啦。咁樣咧就可以代表呢件事咧係前車之鑑啊，係可以係可以係前車之鑑咧嗰個。大力瓜即係咩啊？即係個肥仔啊！個肥仔恰我啊！個肥仔恰我嗰日兜巴車我咧，跟住一腳踢埋，扔埋我阿媽。跟住咧，個故事咧就係用大力瓜、大力瓜、爸爸媽媽、大瓜花、大瓜花、爸爸媽媽嚟代表啊！知唔知？總之咁樣咧就可以變得好隱晦咁講一啲事情啊！做人最緊要係咩啊？低調啊嘛！你投訴人哋啊，即係。想投訴人哋喺你細個嗰陣時欺凌過你啊！即係之前有一個肥仔啊，唱歌好好聽嘅台灣嘅，唱嗰首 You Rise Me Up， Tomorrow Amy Girl 我都唔撚知啊！總之就係投訴啊，喺個舞台上面當堂投訴台灣嘅，佢喺台灣嗰時細個嗰陣時俾人哋欺凌啊，跟住咧。到依家都未蒲過頭，做人最緊要低調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咧，用呢種低調嘅方法咧，越嚟越低調咧，記錄嘅事情咧就會越嚟越多。跟住咧諗嘅嘢咧，變成咗咧，簡短嘅嘢咧，但係又印象深刻喎，因為自己做㗎，所以就明啊嘛。好，就講到呢度3分幾鐘。